人口危機嘅緊迫性。人類對人口嘅恐懼其實早就喺另一邊。馬爾薩斯話：人口指數增長，資源線性增長，終有一日地球頂唔住。馬仁初都提醒過，人口過快會拖垮國家。嗰時怕嘅係小朋友太多，今日怕嘅卻係小朋友太少，生育率長期低於2.1，人口就只會一路往下跌。呢個係鐵律。聯合國預計人口要到2080年代先見頂，但越來越多人認為估得太保守，因為主要國家嘅生育率跌得太急太深，城市壓力太大，年輕人睇唔到前景。若果形勢唔變，人口頂峰好可能提前1-2代就到，甚至本世紀中葉就轉負。東亞跌得最快，日本2008年開始人口負增長，而家自然減少50萬，學校關，村落空，白髮遍地。韓國更加狠，生育率跌到0.7，全球墊底。中國喺房價、教育、職場3座大山下，年輕人唔敢生，唔想生。連人口大國印度，而家生育率都只剩約1.9。依家仍有可觀增長嘅，只剩撒哈拉以南嘅非洲，人口板塊正喺重新洗牌。人口萎縮嘅第一擊落喺財政，養老人口越來越多，喺職人口越來越少，醫療費上升，稅基下沉，政府加稅、延退、減服務，唔係喜好而係算術。第二擊就落喺經濟，勞力不足，服務業缺人，科技業搶人，製造業外移，內需收縮，樓市轉冷，增長失速，人口紅利唔再，整個社會變得老慢窄。問題嘅根源好簡單，生育唔再划算，小朋友太貴，時間太少，工作太難，房子太貴，教育太累，投入巨大，回報未明。理智一算，唔生就成為合理選擇。政府嘅補貼、托兒、育嬰假只能解渴，無法改變心境。生育意願唔係政策，係生活感受。有人話科技可以救，機器人、AI、仿人形都可以頂住勞動力短缺。呢句話只對一半。機器人可以做工，但唔可以成家；可以運算，但唔可以育兒；可以提高效率，但唔可以創造下一代。科技可以保動，但唔可以代人。人類嘅路只有3條：提高生育率、延長工作年齡、引入移民。第一條難，第二條痛，第3條最敏感，避得了一時，避不了一世。人口問題冇奇招，只有代價。人口爆彈唔會轟然作響，而係慢慢凋零。等到某一日，學校空咗，醫院滿咗，企業唔到年輕人，城市失去活氣，我哋先會明白呢顆炸彈一直喺腳下，只係冇聲音。如果你中意呢條影片，請按贊同、訂閱胡思動明頻道。下次再見。